為食得少，瘋狂做運動就一定可以減到肥，甚至以為食脂肪就會生脂肪。原來呢啲根深蒂固嘅諗法，一直阻礙住你變健康。究竟點解我哋一直以嚟嘅減肥觀念可能錯得咁交關，而大肚腩嘅脂肪點減都減唔走呢？歡迎大家嚟到 Medical Inspire 醫思維頻道，我哋會定期為大家深度拆解健康知識。開始之前，記得先點讚、訂閱同埋撳埋小鈴鐺。好多人窮盡一生去減肥，每日好辛苦咁計住卡路里，餐餐食白叉、雞胸配西蘭花，甚至每日喺跑步機上面跑幾十個圈，跑到身水身汗，但係身形依然冇明顯改善，個大肚腩依然原封不動。最慘嘅係一旦停止呢種地獄式生活，體重就會反彈得比以前仲勁。其實人體並唔係一部簡單嘅加減數機器，絕對唔係你消耗嘅熱量大過食落肚嘅熱量就會自然瘦咁簡單。我哋嘅身體係一個極之複雜嘅化學工廠，由各種荷爾蒙主宰住脂肪嘅儲存同消耗。如果你嘅荷爾蒙處於一個混亂嘅狀態，就算你每日只係食一塊方包，你嘅身體都會盡力將佢轉化成脂肪，死死地儲存起嚟。所以如果方向錯咗，再努力都係白費心機。講到主宰脂肪同體重嘅終極大佬，就不得不提胰島素。大家平時聽到胰島素，第一時間可能會諗起糖尿病患者用嚟打針控制病情嘅藥物，但其實每一個正常人嘅身體入面，無時無刻都有胰島素喺度運作緊。胰島素係由人體胰臟分泌嘅一種非常關鍵嘅荷爾蒙，佢最主要嘅工作就係負責降低血液入面嘅血糖。當我哋食嘢，特別係食碳水化合物，例如白飯、麵包、麵條、甜品，甚至生果嘅時候，食物落到腸胃，經過消化，就會轉化成葡萄糖進入血液。血液入面嘅糖分一旦升高，身體就會覺得好危險，因為高血糖對血管係有毒性嘅，會破壞血管壁。呢個時候，胰臟就會好緊張咁派出胰島素，將血液入面嘅糖分推入身體各個細胞入面，等細胞用嚟做能量。如果細胞已經充滿能量，用唔晒呢啲糖分，胰島素就會將呢啲多餘嘅糖分轉化成肝糖，儲存喺肝臟同肌肉入面。但係大家要留意，肝臟同肌肉嘅儲存空間係非常有限嘅。當呢個微細嘅空間都爆晒棚，裝唔落嘅時候，胰島素就會出絕招，將最後剩低嘅所有糖分全部轉化成脂肪，並且主要儲存喺你嘅肚腩同內臟周圍。所以胰島素喺醫學界被稱為一種合成脂肪嘅荷爾蒙。只要你身體入面嘅胰島素水平處於高位，你係絕對肯定冇可能燃燒到自身脂肪嘅。你身體只會不斷囤積脂肪，而唔會將脂肪攞出嚟用。咁問題嚟啦，點解我哋嘅肚腩會減唔走？答案就係因為我哋身體產生咗一種叫做胰島素阻抗嘅現象。大家可以想象下，你間屋每日都有個推銷員係咁瘋狂撳你門鐘，一開始你會好有禮貌咁去開門，但係當佢一日撳10幾20次，日日都係咁撳，你覺得好煩，好滋擾，最後你就索性將個門鐘拆咗，完全唔理佢。細胞同胰島素嘅關係都係一模一樣。現代人嘅飲食習慣非常有問題，一日3餐，中間仲要食下下午茶，飲杯珍珠奶茶，食啲零食，夜晚再加個宵夜，幾乎每隔2-3個鐘就將食物放入口。每一次食嘢，特別係食高碳水化合物同含糖食物，都會強烈刺激胰島素大量分泌。當身體嘅細胞長期浸泡喺極高濃度嘅胰島素入面，細胞就會覺得好頂唔順，於是佢哋就會產生抗性，對胰島素嘅信號變得非常遲鈍，甚至拒絕接收。呢個就係所謂嘅胰島素阻抗，因為細胞唔肯開門，俾糖分入去，血液入面嘅血糖就會依然維持喺高水平，降唔落嚟。
大腦探測到血糖咁高，就會誤以為係胰島素分泌得唔夠，於是瘋狂落指令，叫胰臟分泌更多胰島素，強行壓低血糖，結果就形成咗一個極度惡性嘅循環。你血液入面嘅胰島素濃度隨時比正常人高出5至7倍。喺咁高濃度嘅胰島素環境之下，你食落肚嘅每一啖嘢都會被瘋狂轉化成脂肪。而且因為內臟最近肝臟，脂肪就會主要囤積喺腹部，形成大肚腩。除咗大肚腩之外，胰島素阻抗仲有好多靜悄悄嘅警號，好多人平時都忽略咗。例如你食完晏晝飯之後，會覺得特別眼瞓，大腦好似實晒咁，冇辦法集中精神。呢個就係所謂嘅腦霧。因為細胞對胰島素產生咗阻抗，糖分冇辦法順利進入腦細胞，大腦缺乏能量，自然就會覺得超級攰。又或者你會發現自己條頸、胳肋底或者大髀內側嘅皮膚變得比較黑，摸落去粗糙，甚至生咗一啲細細粒嘅肉粒出嚟。呢啲都係高胰島素刺激皮膚細胞過度生長嘅特徵。仲有，如果你夜晚成日要起身屙夜尿，亦好可能係因為高胰島素同高血糖令到腎臟要不停做嘢，排走多餘嘅糖分。如果你有呢啲症狀，你極有可能已經患上咗胰島素阻抗，距離糖尿病只係一步之遙。要徹底解決胰島素阻抗，令身體重新啟動燃脂模式，最有效嘅方法並唔係節食捱餓，而係改變食嘢嘅頻率同食物嘅種類。首先要介紹嘅就係間歇性斷食。好多人對斷食有嚴重嘅誤解，以為即係絕食會餓壞身體，甚至會胃痛。其實斷食只係將你一日食嘢嘅時間壓縮喺一個視窗入面。最常見又最容易執行嘅係16:8斷食法，即係一日入面有16個鐘頭唔進食，期間只係飲水、黑咖啡或者無糖嘅茶，剩低嘅8個鐘頭入面食2餐正餐，中間絕對唔食任何零食。點解斷食會咁神奇，可以減肥兼改善健康？因為只要你唔進食，你嘅胰島素水平就會慢慢下降。當胰島素降到一個低點，身體冇外來嘅糖分可以做能量，佢就被逼要打開你身體嘅脂肪庫，抽啲積存已久嘅脂肪出嚟燃燒做能量。呢個過程叫做生酮狀態。身體燃燒脂肪之後會產生酮體，酮體比起葡萄糖係一種更加高效、更加乾淨嘅能量來源。大腦特別中意用酮體做燃料，所以好多人開始斷食之後，會發現自己精神好咗好多，集中力大幅提高，連腦霧都消失得無影無蹤，做嘢效率快咗好多。而且當你斷食超過一定時間，例如18甚至24小時，身體仲會啟動一個叫做細胞自噬嘅神奇機制。簡單嚟講，就係身體會派出一啲微型清道夫，將體內老舊、受損，甚至有機會變異成癌細胞嘅廢物蛋白質食掉，然後將呢啲廢物回收，再造成全新嘅健康細胞。呢個係身體自我修復、排毒同抗衰老嘅超強機制。所以斷食唔單止可以幫你減肥，仲可以令你後生啲、皮膚滑啲，免疫力都會大大提升。但係淨係靠斷食係唔夠嘅，你喺進食視窗入面食啲咩，同樣決定咗你可唔可以成功逆轉胰島素阻抗。如果你斷食完16個鐘之後，第一餐就走去食一大碗白飯，加件朱古力蛋糕，你嘅胰島素就會好似坐過山車咁直線飆升，白費晒你之前10幾個鐘忍口嘅努力。所以我哋需要配合健康嘅高脂低碳飲食，即係坊間經常講嘅健康生酮飲食。你要將碳水化合物嘅攝取量降到最低，同時增加健康脂肪同適量蛋白質嘅攝取。講到高脂肪，好多人即刻會避之則吉，覺得食脂肪就會塞血管，會引發心臟病，會越食越肥。其實呢個係過去幾十年嚟最大嘅醫學誤區之一。真正令你塞血管同令身體發炎嘅，
一直以嚟都係過量嘅糖分同精製碳水化合物。當高血糖刮傷咗血管壁，令血管發炎，身體為咗修補呢啲傷口，先會派出膽固醇去補救，結果積聚形成血栓。膽固醇其實只係去救火嘅消防員，真正放火破壞血管嘅其實係糖分。健康嘅脂肪對身體運作係非常重要嘅。我哋嘅大腦有60%係由脂肪組成，身體每一個細胞嘅細胞膜都需要膽固醇去建造。各種重要嘅荷爾蒙，例如性荷爾蒙同抗壓荷爾蒙，都係用膽固醇做原料製造出嚟嘅。當你減少食碳水化合物，增加健康脂肪嘅攝取，例如牛油果、初榨橄欖油、椰子油、草飼牛油、三文魚同各種堅果，你嘅飽足感會非常強，好難會覺得肚餓。最重要嘅係，純脂肪係幾乎唔會刺激胰島素分泌嘅，即係話你可以喺食得好飽、好滿足嘅同時，保持胰島素係一個極低嘅水平，令身體繼續處於燃燒脂肪嘅狀態，完全唔需要捱餓就可以瘦身。不過大家要小心選擇脂肪，自然界存在嘅脂肪係好嘢，但經過高度工業化加工嘅化學種子油，例如大豆油、粟米油、芥花籽油就絕對要避免。呢啲油喺製造過程入面經歷過高溫同化學溶劑處理，含有極高嘅奧米加6脂肪酸，食落肚會令身體產生嚴重嘅發炎反應，長期食用對心血管係極大嘅傷害。所以我哋煮食嘅時候應該轉用豬油、牛油、椰子油或者橄欖油呢啲真正天然嘅好油。喺執行健康飲食嘅時候，蛋白質嘅攝取亦都要非常適量。好多去健身嘅朋友中意飲極大量嘅蛋白粉，狂食冇脂肪嘅雞胸肉，以為可以長肌肉兼減脂，但其實過量嘅蛋白質，特別係極度低脂嘅瘦肉或者加工乳清蛋白粉，喺體內一樣會轉化成糖分，並且會強烈刺激胰島素分泌，破壞燃脂狀態。所以最好係食天然帶有脂肪嘅蛋白質，例如連皮帶高嘅雞皮肉、肥美嘅三文魚、五花腩或者全脂連黃嘅雞蛋。脂肪可以減慢蛋白質喺腸胃嘅消化速度，從而大大減低對胰島素嘅衝擊。講到減肥同健康，我哋絕對唔可以忽略一個超級重要但成日被冷落嘅器官，就係肝臟。肝臟係人體最大嘅化工廠，負責解毒、代謝脂肪、儲存各種維他命同礦物質。當我哋食太多糖同果糖，特別係現代生果入面經過人工改良嘅過量果糖，或者汽水入面經常添加嘅高果糖、粟米糖漿，身體其他細胞係唔識處理果糖嘅，全部毒素都要靠肝臟去搞。肝臟處理唔切，咁龐大嘅糖分就會直接將呢啲果糖變成脂肪，塞喺肝臟細胞入面，形成脂肪肝。脂肪肝同胰島素阻抗可以話係難兄難弟。通常有脂肪肝嘅人一定有嚴重嘅胰島素阻抗，因為肝臟被厚厚嘅脂肪包圍住，功能大幅下降，對胰島素嘅反應就更加遲鈍。要拯救脂肪肝，令肝臟恢復正常運作，我哋需要大量嘅十字花科蔬菜，例如西蘭花、椰菜花、羽衣甘藍、火箭菜同椰菜。呢啲蔬菜含有豐富嘅蘿蔔、硫素同植物營養素，可以幫助肝臟啟動排毒酵素，清除囤積多餘嘅脂肪。每日食一大盤沙律或者大量炒菜，係修復肝臟嘅關鍵一步，絕對唔可以偷懶。講開消化脂肪，就一定要提下膽囊同膽汁。好多人開始轉變飲食，食多咗健康脂肪之後，會覺得胃脹，甚至會肚屙。呢個係因為你嘅身體未適應處理咁多脂肪。膽汁係由肝臟製造，然後儲存喺膽囊入面濃縮。膽汁就好似洗潔精咁，負責將你食落肚嘅特煎度與痱細粒等腸道可以完全失身。如果你過去幾十年都係食低脂飲食，
你嘅膽囊就好似長期冇開工嘅工廠，膽汁會變得好結，甚至積聚成膽石。當你突然食大量脂肪，膽汁分泌唔切，脂肪消化不良，就會引起腸胃極度不適。要解決呢個問題，你可以補充純淨嘅膽鹽，或者食多啲可以刺激膽汁流動嘅食物，例如蘿蔔、薑、苦瓜，或者飲蒲公英茶，慢慢俾膽囊適應。過1-2個星期，你消化脂肪嘅能力就會大大提升，肚屙同胃脹嘅情況就會自然消失。另外有2樣平價但效果驚人嘅超級食物，對逆轉胰島素阻抗同減肥非常有幫助，就係蘋果醋同檸檬水。蘋果醋入面含有天然嘅醋酸，被無數科學研究證實可以顯著降低餐後血糖同胰島素嘅飆升，令細胞對胰島素變得更加敏感。你可以喺每餐飯之前，將1至2湯匙未經過濾嘅有機蘋果醋加入1大杯清水入面飲用。如果你覺得太酸，可以用飲管飲，避免傷到牙齒嘅珐琅質。而檸檬水就含有豐富嘅維他命 C 同檸檬酸，可以預防因為排毒而產生嘅腎石，同時亦都可以減慢胃部排空，減慢碳水化合物嘅吸收。將蘋果醋同檸檬水混合一齊飲，係每日早上喚醒身體、穩定全日血糖嘅最佳健康飲品。除此之外，微量營養素嘅補充對於修復代謝系統係缺一不可嘅。首先要講嘅係鉀，鉀係人體需求量極大嘅礦物質，每日需要高達4700毫克。鉀可以幫助穩定血壓，防止運動或者夜晚瞓覺嗰陣肌肉抽筋。更重要嘅係，鉀負責同細胞外嘅鈉互相合作，維持細胞能量代謝。當胰島素要將糖分帶入細胞，係必須要有鉀嘅參與。冇足夠嘅鉀，細胞吸收唔到營養，胰島素阻抗就會加劇，而且你會無時無刻都覺得好想食甜嘢。要吸收足夠嘅鉀，每日需要食7至10杯份量嘅深綠色蔬菜。聽落好似好多，但當你將佢哋輕微煮熟，其實份量係絕對可以輕鬆食得完嘅。第二樣要留意嘅礦物質係鎂，鎂被醫學界稱為天然嘅鎮靜劑，身體有超過300幾種生化反應，都需要鎂嘅參與。現代人生活壓力大，加上農地土壤貧瘠，幾乎90%人都缺乏鎂。缺鎂會令你神經緊張、失眠、肌肉繃緊、心跳加速，仲會嚴重加重胰島素阻抗。透過食南瓜子、黑朱古力或者直接喺瞓前補充優質嘅鎂補充劑，可以令你全身放鬆，大幅改善睡眠質素，間接幫助減肥。仲有就係維他命 B 群，特別係維他命 B1。當你進食高糖食物或者經常飲酒，身體會極速消耗大量維他命 B1去代謝呢啲廢物。缺乏維他命 B1 會令你神經系統繃緊，容易焦慮、手腳冰冷，甚至成日無故發脾氣。最天然補充維他命 B 群嘅食物就係營養酵母，佢帶有少少芝士味，可以好方便咁灑喺沙律或者肉類上面一齊食，可以極速穩定你嘅神經系統，減少生活帶嚟嘅精神壓力。仲有2隻維他命對逆轉代謝疾病係超級重要，就係維他命 D3 同 K2。我哋成日叫維他命 D 做陽光維他命，但現代人日日匿喺冷氣房，出街又搽防曬又擔遮，導致絕大部分人嚴重缺乏維他命 D。維他命 D 喺身體入面嘅作用，其實更加似一種強大嘅荷爾蒙，掌管住免疫系統，預防自體免疫疾病同非常重要嘅胰島素敏感度。足夠嘅維他命 D 可以幫助降低身體發炎指數，令胰島素運作得更加暢順。而維他命 K2 就係維他命 D 嘅最佳拍檔。維他命 D 負責將鈣質由腸道吸收入血液，而 K2 就負責做交通警，將血液入面嘅鈣質準確咁指揮入去骨骼同牙齒入面，防止鈣質錯誤咁沉積喺血管壁，
造成血管硬化。平時可以透過食納豆、草飼牛油或者蛋黃去補充 K2，或者直接食包含 D3同 K2嘅補充劑，對心血管同骨骼健康都有莫大裨益。海鹽亦都係減肥路上不可或缺嘅好幫手。好多人怕食鹽會水腫，但其實只有喺高碳水化合物飲食嘅情況下，鹽先會令你嚴重水腫。當你進行低碳飲食或者斷食，你嘅胰島素水平好低，腎臟會大量排走水分同鈉質。如果呢個時候你唔補充優質嘅海鹽，你會出現頭痛、心悸，甚至四肢無力嘅現象。優質海鹽例如喜馬拉雅山岩鹽或者海爾特海鹽，含有豐富嘅微量元素，同普通漂白過嘅精製餐桌鹽係兩回事。所以喺你嘅清水或者食物入面加少少靚鹽，絕對係明智之舉。講起壓力，大家千祈唔好睇小，壓力亦都係致肥嘅幕後元兇之一。當你長期處於緊張狀態，例如返工俾老闆鬧，擔心經濟問題，身體會不斷分泌一種叫做皮質醇嘅壓力荷爾蒙。皮質醇嘅作用係令你準備戰鬥或者逃跑，所以佢會下令將身體嘅肌肉分解，轉化成糖分進入血液，等你有一股爆發力去應付危機。但如果你只係坐喺度對住部電腦做嘢，而覺得好大壓力，呢啲突然飆升嘅血糖根本冇被消耗，最終就會刺激胰島素大量分泌，然後全部變成脂肪囤積喺個肚度。呢種因為壓力而生嘅肚腩通常會比較硬身，而且非常頑固難減。要對抗皮質醇，最有效嘅方法就係做啲可以放鬆心情嘅事，例如喺大自然入面散步，同埋確保每晚有7至8個鐘頭高質素嘅深層睡眠。睡眠不足一日，你嘅胰島素敏感度就會大幅下降。第二日你會瘋狂想食垃圾食物嚟慰藉自己。夜晚瞓覺期間係生長荷爾蒙分泌最旺盛嘅時候，生長荷爾蒙可以幫你燃燒脂肪同修復肌肉，所以瞓得好絕對係減肥嘅關鍵。最後，我哋唔可以忽略腸道微生態嘅重要性。你嘅大腸入面住咗幾十萬億隻細菌，佢哋主宰住你嘅情緒、免疫力，甚至係你嘅體重。有研究發現，肥胖人士同瘦嘅人，佢哋腸道入面嘅細菌種類係完全唔同嘅。當你食大量糖分同加工食品，你就會養肥腸道入面嘅壞菌。呢啲壞菌會釋放毒素入血液，引起全身發炎，加劇胰島素阻抗，仲會控制你嘅大腦，令你瘋狂渴求甜食。相反，當你食大量蔬菜，蔬菜入面嘅膳食纖維就係好菌最中意嘅食物。好菌食咗纖維之後，會製造出一種叫做短鏈脂肪酸嘅物質，可以修復腸道黏膜。最重要係有極強嘅抗炎作用，幫助改善胰島素阻抗。發酵食物例如韓國泡菜、德國酸菜都含有豐富嘅益生菌，可以幫助建立健康嘅腸道菌群。總結以上咁多個觀點，大家應該明白到減肥同追求健康從來都唔係一個捱餓受苦嘅過程，而係一個重新學習同身體溝通，給予身體正確燃料嘅旅程。你需要了解身體嘅荷爾蒙語言，特別係控制好胰島素呢個大魔王，放棄計較卡路里，放低對天然脂肪嘅無謂恐懼，嘗試將進食時間縮短，實行間歇性斷食，俾消化系統有足夠時間休息，多食真正天然嘅食物，徹底遠離加工垃圾食品，好好咁呵護你嘅肝臟，確保有足夠嘅微量營養同維他命，管理好生活壓力同睡眠質素。呢一條路一開始可能會覺得有啲難適應，因為你要打破幾十年嚟嘅舊有錯誤觀念，身體喺轉換能量系統嘅初期，亦可能會出現短暫嘅疲倦，但只要你堅持落去，適當補充水分同電解質，當你感覺到精神越嚟越好，腦筋越嚟越清晰，肚腩慢慢不自覺咁消失，你就會發現呢一切嘅改變都係絕對值得嘅。健康嘅鎖匙一直都喺你自己手入面，
只係睇你願唔願意踏出第一步，去擁抱新嘅生活方式。多謝大家，今集就去到呢度。多謝大家支持 Medical Inspire 醫思維頻道，歡迎喺留言區分享你嘅意見。我哋下次再見。